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阁来到另外一个主的日子，咱三合伫遮来敬拜主。咱现在这个活伫这个世代是一个真无平静危险的世代当中，特别是这个疫情仍然是真多。真危险，比过去的一年搁较危险，因为这个新的病毒Delta， 伊的迄个传染的力量超过1000倍，人一个无小心就被传染，所以最近有一家300个人亲人朋友听到真多。被感染入医院，甚至医院无所在通用纳印，连叫这个救伤车也是真恶叫着因为太过多人需要迄款急救，所以咱仍然为着这个疫情来祈祷仰望神，求主怜悯。咱也为着怀伫病厝当中的人祈祷，为着迄医务人员来祈祷，为着迄亲友伊的亲人离开世间，为因祈祷，求主帮助咱，帮助因。咱盼望早日这个疫情过去，百姓人继续迄个正常的生活，做生理工作。学校紧上课的时间，求主怜悯。咱伫这个多灾多难的日子当中，咱搁较仰望上帝。感谢主，咱做上帝的儿女实在恩典，实在是福气。伫困难当中、压力当中。咱有一个依靠，求上帝也是帮助咱，向海也未信主的人，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赎来介绍给因，叫因早日来得到主。因为咱这个身躯咱像一个帐篷，这个咱像做人客，咱伫遐叹息劳苦伫咧土大开。是因为咱内面心情无好、痛苦，但是上帝为着咱陪伴这个永久的、永远的帐篷就是要改变咱的生命，进入到另外一个无罪恶、无病毒、无目屎、无痛苦的所在。咱盼望一日。到迄个所在去，但是暂时咱活伫这个世上咱就辛苦主耶稣，主的恩典高也咱用，丰丰富富的，超过咱所想所求，求神怜悯，也借着神的话来帮助咱有快乐、有平安、有力量、有信心。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天父，信靠你的人有福了。虽然伫压力当中，阮仍然有平静；伫忙碌当中，仍然有悠闲的日子；伫失败当中，仍然有欢笑；伫逼迫当中，仍然有法人徛入得掉。上帝感谢你，因为阮属于你，你是阮的天父。阮求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互阮搁较做明白上帝，明白阮的主，伊是阮的救主，伊是阮的模范，伊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阮感谢你，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求你的圣灵
来带领，求上帝甲阮同在，叫听见今仔日信息的人，拢得到灵魂的造就甲帮助。为咱的祈祷交托奉耶稣的名，阿门。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屹立。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屹立。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感谢主，这首诗歌互咱真大安慰。伊的歌词是安尼讲：伫压力当中啊，仍然有平静；伫无闲当中，仍然有一个悠闲啊，一个平静的时节；伫失败当中，仍然有法通欢笑；伫逼迫当中啊，仍然有法通徛咧在。咱做上帝行日啊，实在有福气咯。咱伫绝望当中啊，仍然有盼望；伫冷漠当中啊，仍然有关怀；伫困境当中，仍然有出路；伫死亡当中，仍然有生命，这是永生。咱做上帝的行日啊，实在有福气咯。感谢主，咱做上帝行日有福气。当伫患难来临的时节吼，上帝的恩典搁较彰显出来，上帝圣灵伫咱内面的迄个灵的力量搁较彰显出来。也伫指明咱今仔日咧是活伫一个危机的时代，咱啊，这个病毒吼，查咧着17,000个人。死的
伫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有个真大的增长。其实哦，咱人活伫这个世界现在啊，是伫这个危机的时代当中。什么危机呢？我感觉有三项真重要的危机啊，咱无法通无注意啊。头一项的危机就是服官兵的危机就是 submit to the authority 这项危机，这个 crisis。第二款就是道德的危机。第三款呢是环境的危机，是生态的危机，就是 eco crisis。生态在自然的破坏的这个危机气候变热咯，还是变冷咯，或南北的迄个北极的洋冰伫咧洋去中水大概所在中水真厉害，这个自然的破坏的危机特别是这项就是服官兵危机。什么叫做服官兵呢？咱活伫这个世界拢有人伫咱的头前，伫咱的顶面，咱着服从。譬如说父母，咱细汉的时阵，咱着服从父母。做工的时阵，咱着服从咱的 boss， 咱的这个头家，还是比咱较上级的。伫政府内面咱着服从政府，服从警察的指挥。搁较悬一级是啥物啊？就是上帝，咱人着服从上帝的权柄。人若无服从上帝的权柄，咱的生活、咱的生命就乱去，就犯罪。咱也无法通得到上帝为咱备办的迄个永远的福气了。现在这个服官兵真愈来愈严重人无要相信，无要服从上帝，唔相信有上帝的存在，所以因的道德观念无同根本咱有一人就有一个死亡咱也无相信上帝，也无相信永生也无相信将来的这个审判，所以人就乱做了胡作非为乱做了所以咱的道德就败坏了。那政府，咱也无服从政府咱无服从总统，无服从警察，无服从法庭在政府的条例，咱这个社会就乱。抑搁咱父母有权柄，咱着服从伊；翁某还是三官，着彼此服从顺服。若无结婚了，太太去找别人，丈夫去找别人，那规个家庭就乱。所以咱即阵看到现在社会顶离婚的是偌济咧。公司就需要服权柄。道德，说的是道德的危机。咱看伊即阵离婚率也真多圣经讲，伫末世时阵人的听心愈来愈少了，愈来愈轻淡了，犯罪率愈来愈少年了，环境的破坏，这三款服权柄、道德的危机，甲这个自然环境的这个危机，这三个是一款的根基这三个好势，亲像三个根基真在乎咱这个世界才有盼望。不然的圣经所讲的一些根基若是毁坏了，那么咱这个世界就乱了。所以这个诗篇11章第3节讲根基若是毁坏，义人有法通做啥？所以求主怜悯。当咱讲到第二款的危机的时阵咱叫咱这个今仔日的圣经题目有关系。
今仔日的题目呢是讲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着要成全律法。耶稣毋是要来破坏要来毁坏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要讲的信息。马太福音第5章17节到20节，圣经是安尼讲。马太第5章第17到20节，17节安尼讲，毋通想我来是要毁掉律法甲先知，我来毋是要毁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就是到天地拢要毁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袂会毁去，拢会成全。19节，所以无论啥人毁掉这个诫命当中最小的一条，又搁教训人安尼做，伊伫天国内面会算为最第小。但是无论什么人遵行这诫命，又搁教训人遵行，伊伫天国内要称为大的。20节，我甲恁讲，恁的义，若无赢过文士甲法利赛人的义，断乎无法人进入天国。今仔圣经圣经节就是读到这。那我一节一节咱来解释。第17节是安尼讲，毋通想我来是要毁掉律法甲先知，我来毋是要毁掉，毋是要放杀乃是要成全。即节经文当中伊讲到毁掉律法甲先知是啥物意思呢？这个毁掉律法甲先知这个毁掉就是说要推翻，无要行，无要做咯，无要行律法，无要行先知的教训，毋是安尼意思。这个律法甲先知是代表什么呢？咱知犹太人的旧约圣经尊行旧约的圣经称旧约的圣经这个律法甲先知，咱就将旧约的先知当作一个代名词毋是要毁掉旧约，就毋是毁掉这个律法甲先知伫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安尼讲，无论什么代志，恁愿意人怎样对待恁，恁也着怎样对待人，因为这是律法甲先知的道理。等耶稣讲到说，恁着怎样对待人你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你也着怎样对待人，因为这是律法甲先知的道理的假释。耶稣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旧约的假释。那成全是什么？成全就是应验，fulfillment， 还是 come true accomplish 成全。所以旧约的律法是要求什么呢？要求伫主耶稣身顶得到圆满的成全。旧约的先知呢？是要预言耶稣的身顶得到完全的应验。所以耶稣讲说，我来毋是要毁掉律法甲先知，我来是要成全，
意思是说律法啊，旧约的律法啊，摩西所会在律法当中啊，613条的律法当中，耶稣拢满足了旧约会在律法啊，就是伊完全合乎这个标准，合乎旧约的标准及生活会在道德方面的。那么先知呢，就是预言耶稣将来啊，伫地顶啊来到世间的时阵，伊所要做的代志，所要成就的工作是啥物？啊，预言耶稣将来所发生。所以啊，先知这个约翰啊，施洗约翰、施浸约翰。看到耶稣的时阵，第一章约翰第一章第29节安尼讲：当施浸的约翰看见耶稣到伊遐，伊就讲：伊说恁看哦，啊，这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人罪孽的。所以当耶稣一出现的时阵，这个施浸约翰就宣布，耶稣的出现就是要来做什么呢？上帝的羔羊要来奉献，诚做牺牲品，要来拯救来世间人，要除去世间罪孽的，要来代替人流血治罪，这救赎的工作的。所以耶稣伫世间的时阵，伊的道德行为啊，甲思想啊、意念啊，拢合乎旧约的律法的要求标准。啊，一切的律法标准，比如说啊，耶稣伫世界中，伊的诞生啊，伊的出世的所在发生的代志，伊的行为来医治病人，伊的受苦，伊的顶十字架啊，这拢应验旧约的先知所讲的预言，耶稣拢一项的应验咯。会记得耶稣要入去最后要入去耶路撒冷时阵，伊叫伊的门徒去牵一只驴咧，门徒就去牵一只驴咧，袂人骑着的。所以耶稣骑伫即个进耶路撒冷时，换两边。路顶有真侪人来欢迎的话，和山啊来欢迎这个入来的王啊。当耶稣安尼做的时阵啊，就是应验到圣经的话因为安尼讲，这项代志圣经安尼讲，这项代志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讲。要对錫安的百姓讲，看哦，你的王到你家来，是温柔的，如果徛着你，就是徛伫离基顶面，就徛伫你的顶面。所以，当耶稣徛伫你的顶面，已经是应验旧约先知所讲的话咯。毋但系这一项，还佫有真侪项，这一项一项的应验咯。那么律法呢？圣经讲律法是将来真好的理事的影一个真实的形体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来到世间的时阵，就好。这个律法甲先知得到了完全的应验，完全的成全咯。所以耶稣来到世间啊，毋是要毁掉，乃是要成全。18节佫安尼讲，是我实在甲恁讲啊，就是到天底，拢要毁去，律法的一点一画，拢袂毁去。拢要成全，
耶稣逐摆讲重要的话是做，逐摆讲说，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主要是耶稣要强调下面所讲的话真重要。这样亲像旧约哦，常常有一句话出现：耶和华安尼讲，啊，就是耶稣实实在在甲恁讲。是就是到天地要废去的时阵，律法的一点一画拢要成全了。是毋是天地一日的废去会无去呢？咱现在会徛起的这个世界啊，这个天这个地啊，有一日啊会过去，要无去，有新的新天新地要出现。所以启示录21章的第1节讲，我又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因为头前的迄个天地啊，拢要过去了，海也无存在了啊，人要伫永世内面，人要活伫永世内面，有新天新地。所以伊的意思讲，就是有一日啊，在旧的天地要废去。上帝的律法啊，拢要一点一画啊，拢要成全。因为这个律法书啊，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伊一点一画哦，拢真重要，拢要成全。意思说，上帝话语一定会成全。第5章第19节，安尼讲。所以，无论什么人毁掉这个诫命中最得说的一条啊，又个假使人照样做，伊伫天国内要称做说。但是，无论什么人遵行这个诫命，又个教训人来遵行的。伊伫天国内，一称呼是大的。天国内面啊，有分大小，是看咱伫世间的当中的行为、忠心。来服侍主、教导人这些代志，所以天国的子民，也就是咱这些基督徒、上帝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因伫天国内面的大小，圣经讲要管偌大的城、偌小的城啊，要做什么代志？伫天国内面啊，伫新天新地内面啊，天国的子民啊。有一款的关系，所以伫天国内面的大小啊，是取决于咱遵行上帝的旨意的程度是怎样的。所以咱遵守上帝的旨意有偌济，就显明咱对上帝这个天国的权柄的顺服有偌济。所以咱心中。天国的成分啊，有偌济，所以咱家己要遵守、遵行，如做是做教训人，安尼做，那么咱伫天国内面，会如大。当然，咱将来更较会清楚伫天国内面，咱即阵也搁伫世界这个旧的世界内面，将来咱会更较清楚。5章20节，我甲恁讲，恁的语若无亲像，若袂赢过文士甲法利赛人的语，断袂会进入天国。
什么是文士甲法利赛人的义？耶稣常常责备在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因为怎样啊？因为好行为吼，常常是咧做互人看，表演互人看，毋是实实在在用迄个听心，用迄个纯洁、纯正的迄个动机哦来做，来荣耀神的。哈，所以耶稣特别讲，这是假冒为善的哈。内面吼装满了各款的一个假的善啊，其实哦，伊是做一真侪不法的代志，做一犯罪的代志啊。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的义是表面的，毋是内面的实在的情形。那天国的义是啥物啊？毋但啊，上帝主念这个外面行出来，上帝佫较注重的，耶稣佫较注重的是咱内心存的迄个纯正，啊，迄个动机，迄个真实是有迄个生命啊，信主了后迄个生命的改变吼，来做出来，这个才是有意义，是属于天国的义。咱知影主耶稣在伫世间的时阵啊，伊耶稣讲，伊说，若有一只羊吼落落去钱呢，真危险，有生命的危险。啊，拄好伫拜六安息日，啊，恁看，恁是要救啊，毋救啊？那是法利赛人，因袂救，为虾米呢？伊说你若去救啊，就是等于伫拜六吼犯了安息日的这个条例咯，犯法袂用做。但是耶稣，伊要救是出于，毋是直直死板的咧行法律法，乃是看你的内心有这个怜悯的心，有这个慈爱的心，啊，救命的心。来安尼做出来，耶稣毋是反对，毋是反对做好代志，乃是除了做好代志内面是出于真实的，更较上帝更较看重迄个内在。所以啊，耶稣伫世间的时阵来称呼跩假跩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啊，是假冒为善的。啊，英文叫做 hypocrite， 就是因装作是好人、真善良的人，其实吼，伫不知不觉人暗中的时阵，人背后吼做出一件歹的代志出来，啊，所以啊，耶稣伫马太第6章20到50来讲，所以吼，你施舍的时阵，毋通伫你面头前奔号。啊，吹喇叭啊，亲像迄假冒为善的人，伫会堂内还是伫街路顶面所做的代志，故意要得到人的荣耀。所以耶稣伊爱人做好代志，有好的道德啊，毋但是要讨人，毋是要讨人看，做一个基督徒的本质，天国的子民的这个品质啊。叫伊的品德吼，实在就比迄法利赛人佫较好啊，毋是单单做出来的一件行为。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借着这几节的圣经当中啊，有一个结论啊。头一条就是主耶稣来到世间。毋是要毁掉律法，耶稣讲说，伊来毋是要毁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成全的意思是啥物呢？就是要 fulfill， 无论圣经当中的律法，还是先知的预言，拢伫耶稣的身顶啊应验了，应验了。咱知影旧约的。这个律法当中啊，分做3类啊。一类吼
律法哦，是宗教的仪式的律法，亲像献祭抬出来牛羊，着选什么款的无破边的是完美的收出来节期是怎样收？所以头一关的律法是在礼仪的律法。第二款呢是道德的律法。第三款呢是民事，就是咧比如咧三个的时阵，一项法则一项律法，要怎啊三个。所以关于这个礼仪顶面的这个律法，耶稣已经应验了。因为旧约若写罪咧赎罪，着抬羊抬牛献祭耶稣伊本身就是上帝所预备的羔羊，为着咱的罪来摆脱咱的罪受刑罚来流血，死伫十字架顶。所以耶稣已经应验了。伫道德顶面呢，耶稣也是一项也是完美的，按照旧约的标准合乎上帝的标准，耶稣拢一项会符合旧约的要求来成全先知所预言的代志所以咱即阵行律法，有的人说咱着行这个旧约的这个安息日，是毋是咱信主的人伫新约的时代，无搁再守迄个安息日，因为圣经讲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有主伫咱的心中，甲咱同在，咱就得到安息了咱甲主的关系是伊伫咱的内面，咱伫伊的内面，所以咱就得到迄安息。咱现在拜日来敬拜主礼拜，是纪念主对死来复活，来庆祝，是一项庆祝 celebration。所以咱来敬拜主伫拜日的时阵，毋是守律法。咱是要庆祝耶稣对死来复活，若毋是主耶稣对死来复活，咱也无法能复活，因为咱仍然死耶稣替咱死，替咱复活起来。咱信了主了后，也是咱的罪伫伊的内面死，叫伊的复活是照伊的样式对罪恶当中向罪恶死，我就是耶稣互咱新的生命。所以咱无搁再行律法的代志，因为耶稣已经替咱来成全了，就是连喺道德的方面，咱道德方面咱怎么讲到有几款的道德？伫道德方面的律法是要彰显上帝的圣洁。咱为什么有道德有好的道德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恁就圣洁。要怎么表现圣洁呢？就是伫道德方面就好袂去犯着道德，就是来彰显上帝的圣洁。这个民事的法律法律来咧三个伫咧法庭顶面最最重要是着有公义，法官若无公义所判出来的人就是无受到公义的对待。所以这个民事的律法是要彰显上帝迄个公义那么在上帝叫咱继续落去，咱在道德方面虽然咱毋是活伫旧约但是咱伫世间的时阵，咱做神的子儿，上帝的子民，现在就伫这个道德顶面来最好来彰显上帝的美德，彰显上帝的荣美所以耶稣讲
我来了，毋是要毁掉，乃是要成全。所以咱做上帝行里的人啊，咱继续，虽然咱毋是活伫旧约，咱活伫新约，但是咱伫生活顶面啊，仍然啊，就有好的道德，有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上帝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啊，甲咱讲啊，伊叫咱无论做啥物啊，着对内心出来，毋是定定亲像迄假冒伪善的人，只伫外表做出来。因为咱啊信了主，有些个圣灵伫咱的内面，伊咧光照咱，伊咧帮助咱，互咱日新啊，互咱的生命啊有一个新的改变，有新的改变，生命改变了，在伫个生活顶面表露出来。咱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毋是要做互人看，来是要荣耀上帝。所以耶稣伫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怎样甲咱讲啊？伊讲：恁是世上的盐，盐若失去了味素，怎样要叫伊搁再咸呢？以后无当用，乃是要等伫外面，互人来用骹来踏来践踏。意思是无用。伊讲：恁也是世上的光，城若做伫山顶，也是无法人闻踪的。人点灯，毋是放伫斗底的下面，斗的下面，乃是灯台顶，就照亮一家的人。恁的好行为，也是着安尼恁的光，也是着照这样照伫人的面头前，叫因看到恁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托伫恁天顶的爸。所以耶稣讲的一句。伊来毋是要毁掉律法甲先知，因为伫耶稣身顶啊，这一切已经应验了，已经完成了。咱现在只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咱来接受耶稣的时阵，耶稣的 perfectness， 伊的完美的品德，伫耶稣身顶已经应验。所以咱信靠的时阵，咱伫伊的内面也是。合乎神的心意，因为咱因信来称呼咱的义，叫做一个义人。因为这个义伫耶稣身顶实现了，咱信靠就伫咱的生命当中有迄个功效。耶稣一摆显彰伫十字架顶，就永远有功效，无需要亲像旧约，咱逐摆犯罪就去献祭、太羊、太牛，在。赎罪毋免安尼咯，所以咱感谢主，耶稣是咱的救赎主，是咱的羔羊，上帝羔羊代替咱受刑罚，所以咱感谢主，接受主耶稣，得到永远的福气。三甲下头祈祷。上帝啊，阮来到你面头前。阮是一个无完全的人，当阮接受耶稣伫阮的心内的时阵，阮就得到了新的生命。因为甲阮讲，阮伫耶稣基督内，恁就诚做一个新造的人。阮这个新造的人，应该伫生活顶面来表现上帝的圣洁，甲上帝的公义，甲上帝的良善，互阮伫生命当中为主来做光做盐，来荣耀上帝你的生命。阮为着遐也未信主的人祈祷，我若是因着听到你的真理，接受耶稣的人，因就得到上帝你永远的祝福。你赦免因的罪，洗清去阮人的不义，伫耶稣内面享受永生。诚做上帝的囝儿，阮的罪得到赦免，有迄个永远的荣耀的福气听候着阮。虽然即阵阮也活伫这个黑暗各款的罪孽当中，这个世界，但是阮靠主的恩典
来行水面的道路，就是瘟疫、病毒、真危险的年代，阮仍然靠主的恩典来存活，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有迄个新的盼望。阮感谢主，阮巴不得每一个也无得到的耶稣的人，就赶紧信主耶稣，互因的生命得到改变，来得到祝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